唔係珠海買唔起，而係坦洲更有性價比。大家好，又係我 Robert 啊！嗱，講起坦洲咧，最近我哋珠海嘅一個屋苑喺邊度？知唔知？就係我身後嘅呢一個屋苑啦。我哋日進半島60萬平方嘅一個大型嘅社區。咁依家全新嘅3期，嗱，而家上市睇到嘛？9字頭嘅一個價錢，9680蚊起。嗱，呢一個小區佢嘅一個質素同埋屋苑嘅環境如何？跟住我鏡頭，我哋一探到底。咁半島呢一個項目咧，亦都紮根咗呢個地方咧成10年㗎啦。咁外牆採用嘅下邊係深灰色嘅一個細塊瓷磚，上邊係呢一個米黃色少少嘅一個磚塊。瓷磚咧會比較起到比較好嘅一個隔熱同埋保溫嘅一個功能嚇。屋苑內部嘅一個園林都係比較乾淨、比較舒服。咁啊，現階段大家睇到嘅34座、30座啊，都喺度熱賣當中嘅。部分特價嘅單位咧，9000起低樓層啊，咁啊中高樓層咧單位有12000、13000嘅，戶型都比較多選擇，3房、4房任君選擇。跟住去睇睇其他嘅單位先。嗱，一橋之隔咧，對邊咧就係珠海香洲。嗱，高峰期對面嘅綠景嘅呢一個小區咧，都賣到咗接近4萬蚊一個方，樓下有3萬平方嘅一個碧綠城。咁啊，呢邊個位置再過去咧就3號嘅會員店啦。去到嗰邊嘅以前嘅澳園廣場，依家嘅金發廣場咧，都係比較方便嘅。咁呢一個位置嗱，去翻我哋嘅優越城啊、華發商都揸車都係10零分鐘。所以咧喺呢一個地方生活咧，你完全唔需要擔心商業嘅呢一個問題啦。可以用翻珠海嘅所有嘅公園、醫療、休閒嘅一個配套啦，半粒鐘可以覆蓋到香洲城區所有嘅一個商圈。同埋佢嘅休閒娛樂嘅設施㗎啦，所以配套嚟講咧都係比較全面㗎啦。呢一邊咧就屋苑嘅一個內園啊，棕櫚樹、大葉柚、桂花、雞蛋花樹種咧用得都尚可以。咁啊，呢個小區咧亦都係有佢小區嘅一個泳池，出邊咧係有佢嘅一個底箱啊。嗰邊再過去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兒童嘅遊樂場啊，打羽毛球嘅地方咧，呢啲都係有嘅，亦都係一個質素比較高嘅一個社區啦。大型社區物業呢一邊咧係萬科嘅一個物業，公區嘅部分咧都係用咗呢個大理石鋪嘅一個石板，都乾淨企理嘅呢一個小區。咁我而家咧就嚟到實體嘅示範間，3樓嘅一個示範單位，總高33層，2梯4伙嘅一個單位。咁過嚟望一望，呢一 part 嘅位置係可以自己用起嚟㗎啦。呢個咧111.79個方啊，1200尺嘅單位。呢一個裝甲門鋼製嘅嚇，咁佢包括埋指紋密碼咧都係交付標準嚟㗎啦。玄關鞋櫃係細咗啲。少細，估計唔係好夠用住家嘅話咧，客廳嘅開間咧佢有4米一個客廳嘅開間，都比較大氣嘅呢個廳。嗱，餐廳都係夠用啦。咁哇，呢個廚房有啲大啦，呢個 U 型嘅廚房都比較好用啊。雪櫃可以放喺呢個位置，呢個星盤大，我哋一個明窗。3件套咧交付嘅一個標準嚟嘅，但係唔一定嘅呢個品牌啊。咁再過嚟睇下呢一個騎樓咧，陽台咧佢係計贈一半嘅一個面積喺度。前面內園呢邊咧未整好嘅，屆時仲會有樓喺前邊。咁我哋過嚟呢一邊，我哋嘅休息區房間咧呢邊咧就冇配備木地板，但係呢個係仿木紋嘅一個磚喺呢一度，比較襟用啲啦。嗱，呢次真係唔驚佢會爛。乾濕3分離嘅洗手間，呢一邊咧就我哋一個兒童房。咁呢一個單位咧，其實佢套內嘅面積咧就90個方多啲，但係未計贈咧呢一部分嘅飄窗嘅一個面積。咁啊，得房率會介乎係85%左右嘅一個得房。呢一個咧1182尺嘅單位，109個方。咁套內咧，含陽台係88.76個方，但係佢有一部分面積，包括廚房咧都係贈送嘅。玄關鞋櫃咧真係有啲細，估計住家嘅咧仲要係要做多個鞋櫃喺呢度。都係樹廳嘅呢一個設計啦，客廳嘅開間嘅都好闊落，擺大件嘅家私都係冇問題，比較輕鬆嘅。廚房嗱，呢一 part 嘅位置都係 U 型嘅廚房啦，完全係屬於一個唔計贈面積，就多一個露台嘅話咧就更加完美啦，冇生活陽台啊，少少嘅一個缺陷喺呢度。咁啊，呢一個咧大家見到嘅咧就佢嘅一個交付嘅標準啦。啊，呢一期佢嘅戶型，大家評分會俾幾多分？呢
呢一個就佢1300尺120.85個方嘅一個大4房嘅戶型，參考下佢呢一個示範間。呢一 part 嘅位置咧就屬於贈送嘅一個面積嗱，唔計入佢房產證入邊嘅呢一個南北對流嘅單位。咁佢呢一邊咧係做咗一個露台式嘅一個設計，嗱，餐邊櫃可以 set 喺呢一 part 呢個位置。呢一部分咧係屬於飄窗嘅，所以係唔計入佢呢個區域嘅面積入邊。啊，望屋苑入邊內部嘅一個來源。廚房呢邊少少嘅一個唔規則，呢一個單位咧係雙露台嘅，可以擺一個雙開門嘅雪櫃喺呢一個位置。嗱，客廳開間大家可以感受下，都比較闊落嘅。呢邊騎樓純規咧都係計贈一半嘅一個面積喺呢度。我哋過嚟呢邊，我哋嘅休息區嚟望一望。等於係3+1嘅一個單位咧，入戶嗰個地方個房間可以做書房啦，亦都可以做我哋一個茶室，功能上嘅選擇會比較多。咁現階段呢一邊賣緊嘅價錢咧，均價大概係13000到嘅一個價錢，但係都會有特價嘅單位，部分嘅單位咧9字頭起，當然低樓層嘅一個樓層。咁選擇呢一個小區比較多嘅咧，嗱，周邊我身後香洲區上班嘅人會比較多，因為確實嚟講咧，香洲嘅樓價唔平，咁亦都係比較多我哋一個港澳嘅街坊朋友咧，確實呢一期會翻上嚟我哋大灣區呢邊置業。確實港珠澳大橋通咗車之後咧，呢一個地方嗱，我客住喺呢度啊，15分鐘佢係可以到我哋嘅公路口岸嘅。當然限時嘅一個時間，平時揸車若果冇咁快都係20分鐘到嘅啫。咁現階段呢一度咧3房4房任君選擇嗱，低樓層嘅9000幾嘅一個價錢都有現樓，亦都有期樓。若果係話咧，想翻上大陸呢邊揾個質素比較唔錯嘅一個屋苑嚟養老嘅咧，嗱，可以點我頭像 WhatsApp 我。